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，带到双手，我们心与你合一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我口中勇敢站立，你旨意成就这地。我们呼求你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，带到双手，我们心与你合一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爱降临，我们中勇敢站立，你旨意成就这地。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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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到你的国降临。再一次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永远也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。This is our prayer, this is our cry, for you to come, for you to come, so all will see your face.
平安。今天6月21日，我们要敬拜上帝，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透过读经、祷告、敬拜、默想，让上帝的话语更深刻的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其实也可以，还需要一个，就是分享。在彼此的分享、彼此的牧养当中，也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掌权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对着上帝，对着基督，对着圣灵来唱歌，来敬拜。愿这些话语发自我们内心，愿这些诗歌从我们内心来发出对上帝的赞叹。这世代要呼求你。主，我属于你，求你差遣，我就跟随。你说话，我就顺服，勇敢爱你所爱的。属于你，求主开启我们眼睛，每时代向你呼求，你教我如何挣扎。教会同心呼求，这时代要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带到双手。我们心与你合一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。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。这时代要呼求你。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带到双手，我们心与你合一。这时代要呼求你，
求你的爱降临，我口中勇敢赞美你旨意，成就这地。呼求你，呼求你的爱降临，高举起带到双手，我们心与你合一。这时代要呼求你。降临，破口中勇敢站立，你旨意拯救这地。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，紧紧跟随你心意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你的国降临。This is our prayer, this is our cry, for you to come, for you to come, so all will see your face. 主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让我们跟随你，跟随主你的脚步，继续的往前来迈进。让我们跟随主你的脚步，跟随你的心意来往前走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的灵带领我们，差遣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你，让我们降服在主你面前，去做你要我们做的。主，让我们在当中来到你面前，去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。在当中面对这许多的征战，不单只是打仗，不单只是征战，而是你要将这些都交在我们手上，你要让我们去打胜仗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分彼此，不再分哪个小组、哪个教会、哪个教派，而是让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同心的呼求你，仰望你，让你来带领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大君王，你是我们的大牧者。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来走，让我们也看到这世代要跟随你，让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祷告合一，领受你的话语，领受你的心意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也愿主你继续的看顾，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的恩典与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6月21日，
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14节。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14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上主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到了。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出发，在路上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伯特利去。”以利沙回答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一起下伯特利去。有一群伯特利的先知出来见以利沙，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天上主要把你的老师接走？”以利沙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别谈这事。”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耶利哥去。”以利沙回答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帝、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一起到耶利哥去。有一群耶利哥的先知来见以利沙，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天上主要把你的老师接走？”以利沙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别谈这事。”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约旦河去。”以利沙回答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一起走，有50个先知跟他们到约旦河。以利亚和以利沙停在河边，50个先知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。以利亚脱下他的外袍，卷起来，用它击打河水，水就分开。他和以利沙走在干地上，到河的那一边。他们过河后，以利亚问以利沙：“我被接去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以利沙说：“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，使我做你的继承人。”以利亚说：“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，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你就会得着，否则你就得不着。”他们一面走一面谈，忽然一辆有几匹火马拉着的火焰车来到他们2人中间。以利亚在一阵旋风中被接到天上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喊：“我的父啊，我的父啊，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啊！”以利沙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。以利沙悲伤地把自己的衣服撕成2半，捡起以利沙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，站在约旦河岸边。他用以利亚的外袍击打河水，说：“上主，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”然后他又击打河水，水分开，他就走到河的对岸去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14节。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14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交棒的过程，而也很多人可能会分享说啊，在圣经里面就记载着2个人没有死，就是以诺跟以利亚。而在当中，我们想，这也都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。但是很重要的，今天也另外一个在讲的是一个传承，而这样的主权不在于谁，在于上帝。而这样的传承当中，紧紧跟随也是很重要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但是你知道你应该要去跟，要跟随到底，才能得着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此，唯有跟随到底，才能得着。如果他听了旁边那些人的诱惑，那些人所说的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因着别人所说的什么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急躁了起来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你的眼目在哪里？你在看着什么？你在向着哪个方向？因此在生命里面有太多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，太多的事情临到我们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在这当中究竟你要听什么的？当上帝在对你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来领受？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开始他就说，上帝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到了。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，会有个过场。那个过场对我们来讲，通常都是死去。而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很清楚，或许有些人喜欢仪式感，而这个死去就是一种仪式感。死去了，让你感觉到所有都是虚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所拥有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握当中，死亡也不是你能够掌握的。然而当你死去之后，接下来世界是上帝又再次的赏赐给你。所以在这死去又活过来当中，也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，在受洗的那一刻，也就是如此，死去了又活过来。因此我们也会说，我们对着罪死去了，对着肉体死去了，对着这世今生这一切死去了，但是向着基督活过来了，向着那永生我们活过来了。所以对着这世代死去，对着永生活了过来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时候到了，这边提到很清楚的提到，上帝要用旋风，上主要用这个旋风把以利亚带回去，那个时候到了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有些人要死去之前，他会知道时候将到了。有些人会很清楚知道我的时候到了，所以他做了很多预备。就像有些人在提到说，他们家人要离世之前，会说他要洗澡啊，他要梳洗等等的，做了某一些事情，再预备好。当他梳洗完，躺在床上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生命就是如此，死去了，结束了，然后走向下一个阶段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是走向下一个阶段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在这段旅程当中，或许有人会说，这是一个最后临终的时刻。当然这也不算是我们的临终的时刻，因为以利亚他是走向被上帝接回去的那段路，或许在某些桥段当中跟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很像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让他知道，接下来时候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所以他们就开始走这一段路。这一段路也是一个很挑战的路，在当中有没有持续的跟随？也就像最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最后那些地方在讲的，当以利沙这样要求的时候，
其实以利亚讲的也就是看你有没有跟随我到最后，看你有没有福分看到最后的那一刻。所以这当中也是对门徒来讲也是一个操练。今天门徒有没有看到耶稣跟随他一直走到被钉十架？有没有跟随耶稣一直到耶稣被放在坟墓里？有没有跟随到耶稣他复活然后升天？因此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在这样旅程当中这一段路，我不知道他走了多久，或许是当天，也或许走了几天。所以这边记载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开始，从吉甲出发，所以他出发要走到几个地方去，而在当中每一个好几个点都是一个转折点，每一个点都有可能会遗留下来一些人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在每一个点都可能会有一些人遗留下来，有一些人脱队。在当中究竟有哪些人可以得着这样的恩典？这也让我想到在路得记里面，当拿俄米她的丈夫她的儿子都死去了，当他们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，她第一次跟她的2个媳妇说：你们离开我，回去吧，回去你们本家吧。2个都不要，2个都要跟着拿俄米。然而当她第2次讲的时候，这个大媳妇就先离开了，而这2媳妇依然跟着，后来也跟着她回到本家，回到以色列。所以这当中也就是如此，在这里面讲到说，路得讲到说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就跟着你去。你的族人就是我的族人，你的国家就是我的国家。因此他领受到很好的恩典祝福，从他这当中带出来了大卫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我们在跟随的时候，我们在跟随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一路跟随到底？真的这样一路跟随到底不容易。所以在这路上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伯特利去。所以这是这段路当中第2个领受。第一个很清楚知道他的时间到了，第2个他跟以利沙说：你留在这边，你留在吉甲，上帝要我去伯特利。但是以利沙这样说：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这是第1次的回答，我绝不离开你。其实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发现，我们用嘴巴讲比较容易，但是实际的作为比较难。许多时候我们都说好可以怎么样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去做。在嘴巴说哇这个很棒超棒的，我们要尽全力来支援，我们要全部的人参与在当中。这就很像是网络的活动一样。哇，在网络一喊，几万个人说哇我要去我要去，结果参与的来到现场的只有主办者1个人。在这世代是如此，过去也常是如此。雷声大雨点小，常常很多人说好啊赞啊，这超赞的，我们都要参加，结果没有什么人来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状况里面，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作为就更加的不容易了。这边的状况跟路得那时候的状况不太一样。以利沙这边，以利亚跟他说：你留在这边，我要往伯特利去。路得记那边在说：你们回到本家去，我要回到我本家，我们各走各的路。所以当中所带出来又不一样。
或许有些人会觉得，我回我本家跟我回你的本家，一样啊，我们都是要走这段路。或许走了短一点，他们反正在他们本国了，就留在他们当中。而在这里面说，你留在这个城市，你留在这里，我要前往上帝要我去的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可能跟以利沙一样？你要前往上帝要你去的地方，那我也跟你去，我跟着你走这条路，去到上帝要你去的地方，我跟着你一起去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很不容易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愿意这样跟着走？上帝要我们去的，我们往那个地方去。有人要前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也跟着他去？跟着牧师一起往那个方向走，跟着小组长一起往那个方向走，一起向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。虽然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跟着他去，因为他有领受，因为上帝要他往那个方向去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停下来，好，那我就停下来了。你叫我留下，我就留下来；你叫我回本家，我就回本家。但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绝不离开你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这是第一次。所以他们在当中想到，于是他们一起下伯特利去。而在往伯特利的时候，在去到伯特利那边的时候，有一群伯特利的先知出来见以利亚，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天上主要把你老师接走？”当你听了会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他这反应很好。他跟他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别谈这些事，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。我要更专注的在跟随我的老师，我要专注在他身上。如果跟你谈，他可能走了，那我不就半途而废了吗？而且今天的重点不在这边，我可以跟你们讲很多见证，讲很多事情，但重点是我今天的重点是，我要跟好我的老师。在当中不用跟你们讲这么多，我的重点是要跟好我的老师。所以这第一回合停在这边。接着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歌利亚去，耶利哥去。”所以从吉甲到伯特利，然后接着要去到耶利哥。这边以利沙继续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于是他们一起到耶利哥去。所以当中他一样第二次跟他回应说：“我绝不离开你，我发誓我绝不离开你。”他这样说了。接着这边讲说，于是他们一起到耶利哥去。第二次他说了，他也照这样做。一样有一群耶利哥的先知来见以利沙，问他：“你知不知道今天上主要把你的老师接走？”以利沙说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们别谈这事。”一样，他把他们挡下来，我们不谈这些。其实我想我应该知道，有一些人就是如此，遇到人要谈，他就谈高兴，然后就已经失焦了，就已经忘记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。其实有很多人很有得聊，就这样谈，会跟他聊很多，很爱聊，很会讲。所以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在这样跟随，他们从吉甲出来，第一站走到伯特利，走到上帝的家，上帝的地方，而这地方也是耶罗波安那时候得罪上帝的一个点，把金牛放在这边。接着他们走往耶利哥，所以他们继续前进，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，走去到耶利哥。而在当中，他也挡掉他们所要谈论的话题，跟他们说：“我们今天不谈这些。”接着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你留在这里。”第三次跟他说：“你留在这里，留在耶利哥。”所以他把他留在
要把他留在吉甲，留在伯特利，留在耶利哥。而在当中讲到说，你留在这里，上主吩咐我到约旦河去。这当中也看到以利亚顺服，上帝要他去他就去。我不知道他到这些点是不是在那边有什么样的服事，或许上帝要让他去祝福这些地方，去毁坏这些地方，去到伯特利，去到耶利哥，然后要去到约旦河。以利沙第3次继续跟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，我绝不离开你。”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常常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抱怨，很多的疲惫，很多的状况。然而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对以利沙说完这些话的时候，其实以利亚这样顺服，上帝叫他走他就走，叫他去叫他就去，叫他说他就说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，当他的老师跟他说你留下来的时候，他期望的是跟着老师走，他知道上帝要接他走了，他就陪他走这段路，去到上帝要以利亚去的地方。这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到，这真的是上帝美丽的恩典，祝福着他们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绝不离开你，所以3次要把他留下来，3次他都回答我绝不离开你。这边记载着有50个先知跟他们到约旦河，以利亚和以利沙停在河边，50个先知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也一起走到约旦河。以利亚脱下他的外袍，卷起来，用它打河水，水就分开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没有看到在以利亚身上有许多的神迹？上帝不断的对他说话，不断的给他任务，也让他去经历上帝的同在。虽然生命里面有许多软弱受挫的时刻，但是上帝也建造他。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透过服事，透过上帝话语的安慰，在这些服事当中，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。而在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大能也在当中与他同在。上帝要他去做这些事情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当他们走到约旦河之后，他脱下他外袍，卷起来打水，水就分开了。当他这样卷起来打水，也类似拿着权杖去打水，在当中也用着他的能力去打水。这能力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上帝赋予他的。而这样情况也很像摩西那时候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。当以利亚打水之后，他这边讲到说，他和以利沙走在干地上，到河的那一边，不用绕过去，而是打了那水，水就分开，他们就到河的那一边。我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个人一直跟着他一直走，要他留下来他就是不留下来。所以从吉甲到伯特利，到耶利哥，到约旦河，到河的另外一边，所以这时候走到最后了，以利亚就问以利沙说，我被接去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其实这也是一种服事，这也是一种服事。当耶稣在服事的时候，也是这样问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
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也是要去看到这个人的需要，要我为你做什么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像父母一样，忙了许多事情，但是孩子会跟你说这不是我要的。我们都是看到他的需要就给他，但是有没有看到孩子常常没有长大，因为都一直在你的供应、你的照顾当中。而这样的对话有时候也是像我们跟上帝的对话一样。许多人都会说，其实上帝知道我们要什么，但是依然要我们开口向他祷告，讲出我们要的，去厘清我们自己要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接收，也不会感谢。也有很多人都说这些孩子都不会感谢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当他有意识到，知道这个状况是什么，知道我要的上主赐给我了，知道我要的父母给我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在我接去以前，在我最后这段时刻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想，在最后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爸妈的遗产吗？还是你要的是上帝对你爸妈的祝福，也加倍的祝福在你身上？你要的是什么？是钱？是房产？是动产？是人脉？还是他们美好的信仰上帝的恩典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想，究竟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其实这边在展现的也是你在求的是什么。当所罗门求的是为他的国家求，他求智慧，让他能够治理国家。上帝跟他说，连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他还讲的是，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以利沙需要房产吗？需要财产吗？如果他需要那些，他不用去跟以利亚，他们家应该也蛮有钱的。但他更看重的是成为继承人。他说，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或许当我们进到信仰来看，会看到一个问题，能力不是以利亚的，是上帝给以利亚的。所以有时候也会想到像保罗一样，在保罗最后的时候也跟这些信徒们讲说，愿我所领受的，你们也同样领受。但他后来加一句，但不要像我这样被抓起来。所以所有好的，所有美好的都祝福给你们，所有不好的也愿你们都不用去承担，不用去承担这一些状况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上帝要怎么样带领，这样的能力，我们求上帝加倍的祝福给我们。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上帝把那些你的属灵长辈的能力加倍的给你，但是不是滥求，不是用了这个去炫耀，而是有些能力像以利沙一样去服侍他的世代。我们也要这样求上帝把许多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把我们母会所领受的恩典也加添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把过去的牧者所领受的恩典也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把过去这些人在我们当中的也加倍祝福在我们当中。而我们并不是单单只是要领受祝福，而是要将这样祝福、将这样能力、将这样恩典去加倍的祝福给我们能够接触的人，让我们教会成为这地方的恩典与祝福，祝福这块土地。不是单单只是炫耀说我们教会可能越来越大，
而是在当中我们能够承接更多人，造就更多人，让这个时代这块土地改变。所以当我们在求的时候，要回到上帝心意来，求上帝加添能力给我们，赐下的加倍的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责任与使命。所以他说，你的能力加倍的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以利亚也知道这能力不是他说要给谁就给谁的，所以他说那是很难答应的要求。不过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你就会得着，你就会得着。所以他在讲的就如同前面一样，对那2组50夫长讲到说，如果我是神的人，那愿火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你们烧灭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很难要答应你的要求，但是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那你就能够得着，否则你就得不着。如果你是以利沙，你会不会觉得哇 ，Holy God 在，我跟你跟到这边了，接着我继续跟着你。如果上帝允许的话，让我走到最后一刻，我就能得着这一些。所以我相信他不是在赌赌看，他在这边所在做的就是努力的跟随，持续的跟随。所以以利亚对他说，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你就会得着，否则你就得不着。很特别的一个对话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也是如此，在这信仰的道路当中也是如此。有没有走到那最后的时刻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是这样走马看花，然后有一条岔路我们走出去了。这样走，可能别人在跟你讲什么话，你就停留下来了。有没有看到在这整段路当中，从吉甲开始，这整段路当中，以利沙都有可能脱队。以利亚在吉甲的时候，在伯特利的时候，在耶利哥的时候，都跟他说你留在这里，但是他就继续的跟，一直都是如此，一直跟他说你留下来，他就继续跟，从吉甲跟到伯特利，跟到耶利哥，跟到约旦河，甚至过了约旦河，他都持续的跟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当你要领受这许多能力的时候，也是需要这样继续的跟。许多人就这样走到一半，就各种理由、各种诱惑就离开了。对我们来讲，也不是要讲这些人闲言闲语，也不是要去诅咒这些人，就是这样往前走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各样的诱惑、各样的状况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就继续的往前走。所以说，这边讲到，如果你看见我被接去，你就会得着，否则你就得不着。所以这样的讲法，也就是这样的事情主权不在于我，但是你去经历这样的事情，你就会得着了。他们一面走一面谈，忽然一辆几匹火马拉着的火焰车来到他们2人中间。以利亚在一阵旋风中被接到天上去了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们2个一起走。以利沙也见证了这件事情，几匹火马拉着的火焰车来到他们2个中间，而以利亚就在一阵旋风中被接到天上去了，就被接走了。这是不是也在讲到说，以利沙有看见这件事情，有看见以利亚被接手的事情？所以在这事情的时候，他大喊：“我的父啊，我的父啊！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啊！”
书当中也提到，以利沙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，这也就是另外一种死亡的过程。对这世上的人来讲，以利亚不见了。许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后续那些先知也说，好不好，我们去找，可能上帝把他带到哪边去而已。有些人不愿意去接受这个，所以当中也回来去看，会发现，如果以利沙停留在耶利哥，停留在伯特利，去跟这些人谈以利亚要被接手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意义，因为他们不竟然会相信这些。后续这些人，这些先知，他在远处，在约旦河对岸看见以利亚被接走，他们也觉得是不是上帝把他带到别的地方，我们去找看看。而在当中，以利沙很清楚知道上帝把他接回去了。所以有很多人面对死亡是不愿意去承认，不愿意去相信的。面对那个死亡，就觉得应该还在，那个人还在，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有很多人在否认，在否定。但是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以利亚、以利沙的这个过程，在这个临终的过程当中，或许是一段舍不得，也是一段喜乐的状况。舍不得以利亚的离开，舍不得这样分离，但是知道上帝要把他接回去，这是美好的事情，这是极为荣耀的事情，不用经历这样的死亡，直接被上帝带了回去，以这样荣耀的方式把以利亚带了回去。这边讲到说，以利沙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，所以以利亚的事情就记载到这当中。接着可能就是在耶稣到山上去遇见摩西和以利亚的那一刻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在呼喊我的父啊，我父啊，以利亚啊，以色列坚强的保护者。上帝用他来保护以色列，让我们也看到这是他的领受，而在当中接着也是上帝这样来使用他，让他成为以色列的保护者。这边提到以利沙被上帝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，把他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，从此不再看见以利亚，他悲伤，因为分离了。虽然我们都说以利亚没有经历死亡，但是对以利沙来讲也类似的事件，而且是一种分离，不再看见以利亚。虽然知道被上帝接回天家，但是这也是某个程度来看，对世人来讲也是另外一种的回天家，另外一种分离，另外一种的死去。在这样的道别之后，以利沙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。这外袍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是一种生命的象征，身份的象征，能力的象征。所以以利沙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袍，然后回去站在约旦河岸边。他用以利亚的外袍击打河水，说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所以他抵打河水之后，是不是事情没有发生？所以他呼喊了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然后他又击打河水，水分开，他就走到河的对岸去。
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他只是学这个样子而已。但当他呼喊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的时候，其实所带出来的是上帝的大能要在当中来彰显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上帝的大能在当中，这是上帝的能力彰显在这里。以利亚上帝，他在呼喊着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，也就是这个上帝的大能要彰显在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也是如此，所以这让他看见，其实这也是他的生命转变。他要带着以利亚的能力，是上帝赐给以利亚的能力。接着后续的服事，第一个动作就是他学习以利亚，拿起衣服往河水打。对他来讲，他觉得这件衣服是有能力的，是以利亚的能力在当中。而在当中，他拿到这件衣服，就如同以利亚的能力就在当中，他击打这个河水就会分开了。当他打了之后，发现不对，所以他呼喊上主以利亚的上帝在哪里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刻，我们一直在做，然后发现怎么一直没有功效，但是我们却没有以利沙这样的顿悟，去发现不是以利亚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以利亚所信的上帝，这能力在当中，能力的来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在服事的时候，当你在教会的时候，当你在生活的时候，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？能力来源出于哪里？是谁的能力吗？还是上帝的能力？许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都只看到我们手上的能力，却不是看见上帝的能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其实真的让我们看到，我们要紧紧的跟随，不是嘴巴说，而是真实的跟随。我们要紧紧的跟随，而且要有行动，跟着走，专注的跟着走。许多时候我们都有太多的理由，太多的诱惑，但是我们要跟着走，走到最后，像以利沙一样走到最后。而在当中也领受这样的恩典，当他领受的时候，也要去看见这样的能力来自于上帝，而不是谁专属的能力。当然有可能上帝给他专属给这个人，但重点是能力的来源。让我们有点时间回来思想今天话语，思想今天上帝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在当中来提醒我们。
主也愿这些话语成为了帮助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经历到主你的同在，让我们真实的回应你，紧紧跟随你，跟随主你的心意，跟随主你的脚步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嘴巴说说，而是我们有真实的行动来跟随你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主你的恩典与帮助，让我们学习像以利沙一样，紧紧的跟随基督，跟随着以利亚。也愿主你的能力加倍的加添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所领受这些能力、这些恩典，是要有更多的服事，去服事这世代的人，去服事着教会，去服事着这许多需要我们服事的，去看见我们该服事的点，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这样的能力不是谁，不是我们，而是上帝你给我们的。让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，不因着这许多的诱惑搅扰而走偏离了，更是在当中去经历主你在当中的掌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，也加倍的祝福，加倍的赐下能力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，一起经历这最后的一段路，也让我们在每一步路当中都经历上主的恩典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。愿上主赐福于你。